台南的山野开始大出了，虽然今年的产量减少，继续嘛来有关，也毋过山上区农会也是来启动着山野干加工的作业，要来做出着甜搁好食的山野干，来消化市场的需求。 今年因为气候关系，和台南山的产量超较济，也毋过山上区农会又开始收来加工，来到农会加工厂内，会使看到工作人员正无用伫下山啊。毋过今年绩效产量少绩效悬，咱嘛是甲咱有部分农民做开的迄个刺激果，来伫咱农会遮咧做。 今年农会嘛得到补助，除了制作空间有进行改善，嘛新买自动下皮机。 是讲因为山的产量伤少，暂时无用到。因为山的收的绩效有变较悬，连带和制作成本嘛较悬。农会希望讲会使继续维持山上农会山野干的好名声，和各地消费者会使食到甜蜜的好滋味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